要来帮咱国家队棒球队来加油咧！你像南投这一间宫庙内底帮信众进行的是拍小人的仪式，所以就球迷啊穿着球衫来帮咱国家队讲要拍小人啊。另外呢，这些要对着日本，咱日本的投手叫做山本哦，山本就是讲亚麻摩托，不过用国语华语来翻，就是三本的意思，所以人讲摕三本册，希望三本书啦。 美方人员提下下直直讲，真足看纸顶面有画人的形状，讲甲规张纸破糊糊，代表小人挑剔。总是24节开的间地节，真侪人来到南投一间专门拍小人的庙寺，拄等棒球经典赛开始拍，就有球迷穿球衣来替国家队拍小人记号。这家庙是我们都知道，就是大家盛传，就是说可以消灾解厄。今天来龙华宫拜拜，顺便希望中华队能够旗开得胜。我们要打败中华队的小人，然后让我们今天中华队旗开得胜。今地节和天下节共一日，80年拄着一摆。民间风俗听伊讲，伫咧这一天记号忏悔，或者是开荤的特别人声。拍小人就是要将小人化作贵人，为着添台湾顺利晋级，什么方法拢爱试。祈求让我们的台湾呢，还有我们的那个中华队呢，都可以非常的顺，那可以让我们的运势呢，今年都会非常的顺风顺水这样子。虽然team台湾张书记今仔日对战强调日本，会拄到大联盟强投3本优胜，不过球迷无睿智，发挥创意，搁一摆提出秘密武器。昨天很可惜我们输了，但是不用气馁。为什么？我今天带了秘密武器。3本书，台湾人真爱算对当心，讲3本书就是3本的书。真侪网友拢来到响应，讲比赛开始时都要定准备3本书，暗时嘛准备熟悉提来说，和支持国家队生活嘛对咧，心是个趣味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